前海人壽幸福之家深圳康養社區位於深圳市寶安中心區，距離深圳灣口岸車程只需15分鐘，步行10分鐘就到地鐵站。係前海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斥資9億打造嘅高端養老社區，被列入深圳市12項重大民生工程之一，仲納入咗香港特區政府嘅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，從2025年3月1號開始展開合作。前海人壽幸福之家深圳康養社區佔地面積約1.1萬平方米，總建築面積約5.6萬平方米，有一棟26層同一棟12層嘅養老公寓樓，共有334套養老公寓，提供501張養老床位。適老化嘅家居設施，令長者盡享舒適雅致嘅居家體驗。多種寬敞房型，坐擁藍天海景、別墅景觀同中央陸續嘅優勢資源，視野廣闊，令人心曠神怡。每一處空間，每一條道路，都同自然交相輝映，令人心情愉悅。每一處佈局，每一處陳設，都典雅恬淡，細節精緻暖心。有大面積嘅空中花園、空中園藝、文化連廊、架空層活動空間，無論晴雨都可以保障長者嘅充分活動。喺呢度，每一刻都充滿咗家嘅溫暖，每一刻都係值得珍藏嘅幸福瞬間。仲有專業嘅照顧同關懷，專業嘅營養師同廚師團隊，以食療養生嘅理念，為長者定製營養均衡嘅餐食。喺呢度，無論幾時，一聲呼喚，即刻回應。自有健康管理中心同埋專業醫生、康復師駐點，3公里範圍內可以直達7家醫院。前海人壽幸福之家仲同南方醫科大學、深圳醫院建立咗緊急就醫通道，實現急救有保障嘅醫療保健服務。前海人壽幸福之家深圳康養社區就係你嘅灣區養老幸福家園。